好，來繼續來看國民黨新北市長的參選人李四川的小弟李四福等人涉嫌恐嚇到琉球鄉清本所的業者，得手超過500萬，日前予檢方起訴，求處重刑。屏東地方法院開庭，李四福甲3個共犯攏認罪，受害者嘛同意和解。即看到媒體，國民黨新北市長參選人李四川的第一小弟，隨甲小弟李四福提醒，叫伊閃鏡頭。李四福涉嫌恐嚇琉球清運本所業者，得手576萬，進前予檢方起訴，求處重刑。屏東地方法院昨頭一擺開庭，李四福甲其他3個共犯被決定全部認罪，受害業者也同意和解。指控這數年，琉球鄉清運本所的招標案因為流標告敗，地屬本所增加過量。屏東地檢署調查，發現李四福帶頭的犯罪集團，在2021年到2023年，利用假借有占地方的名義，以包圍專家破產等手段，向清運本所的業者討一棟600塊的回饋金。因為廠商的機具它遭到破壞，也影響到整個鄉垃圾區的問題。李四福聲押核准，其他3個共犯今年2月分別被依照恐嚇處罰罪、恐嚇危害安全罪起訴。檢方檢察法院對李四福判3年6個月以上的有期徒刑。李四福甲其他3個共犯攏申請緩刑，也甲被害人雙方攏願意和解。醫方也已經1天安排雙方來調解。Hello， 我是蔣新梅。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